么看，那是谁呀？还能有谁呀？那不就是王后的亲妹妹芈月吗？芈月怎么会在这儿，还做着宫中下人的活计？芈月犯上作乱，诬陷魏夫人，被大王责罚到后花园扫地来了。这个，不会是你们要带我来看的景致吧？怎么样，妹妹？看着还赏心悦目吧？还是算了，我们还是回去吧。我们犯不上招惹他们。怎么？因为他我被禁足1个月，还没出这口恶气呢。哼！见过国美人，樊少使、魏少使。妹妹真是劳苦啊，让人心疼啊。若早知如此，该悔不当初吧。芈月做事，从不后悔。芈月妹妹手脚灵便，倒像是做惯了粗活的人。听说大王除了罚你扫路径，还责令王后好好教训你。也不知道王后准备了多少藤条和板子。宫中愚不可及之人，果然很多。可惜王后今日的板子是打在自己的身上，大约该是有几分疼了。国美人，你擅生是非，谣言惑众，藐视中宫，你可知罪？芈月，你敢教训我？被别人当枪使唤，还到处卖弄，真是愚不可及。站住！姐姐，这死丫头气焰也太嚣张了，她完全就没有把你放在眼里呀。算了吧，我们还是回去好了。你尊卑不分，竟敢顶撞于我！来人，把他拿下！哎呀，可怜呀，可怜！现在让我可怜你，迟了。不是说你可怜？少废话，张嘴！谁敢动手？拜见王后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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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跪下。樊少使，你身子不方便，起来吧。谢王后。我竟不知道，这后宫中原来谁都可以越过我，来处置我的应试。臣妾不敢，王后明察。你是说我糊涂，看不清对错？太阳刺眼，看不清也是有的。哼，好，就算我眼神不济，你倒是说说，这芈月到底有何过错，要你来罚她？她一个没有身份的应妾，居然敢跟我顶嘴！你是宫中老人，自然懂得位分高低，方才胡言乱语，亵渎侮辱我，这该如何处置？臣妾性格爽快，都是无心之言。王后，这国美人好厉害呀，无心之言都能挑拨是非，恶意中伤。若有心，岂不即刻便杀了人？姑姑说得对，我今日不罚国美人本人，但我要罚她那张嘴。她既然喜欢长嘴，那就自己长嘴，20下即可。难不成要我请人帮你，更为妥当？王后，国美人服侍大王10多年了，即便是没有功劳，也是有苦劳的。求王后给她留点颜面。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今日我要不罚她，怕她是没有记性。珍珠，是。你给我一下一下的数好了，要打得响亮，打闷了、打轻了都不算数。是。打呀，快打呀！打得太轻，这下不算，再打。王后，火气不必太盛，刚立了夏，还没入伏，火气大了，
容易伤身。大王的长姐，尹夫人，想不到这么巧，在这儿会碰到王后。自大王大婚，我这是头一次回宫，就撞上了热闹。大热天儿，你们都跪着干什么呀？快起来吧！尹夫人明鉴，臣妾无罪，不过就是多说了2句，并没有犯什么大错。王后竟然这般羞辱我！王后乃后宫之主，无论是大错小错，罚你总有罚你的道理。你是后宫之主，是中宫，更应该宽厚仁德，别动不动就罚跪掌嘴，会吓坏人的。尹夫人有所不知，是国美人先动手打人的。是吗？可我怎么看到的，却是国美人被掌嘴，哭哭啼啼的。夫人！使劲儿，夫人！使劲儿！夫人，使劲儿啊！夫人，使点劲儿！使劲儿！好，使劲儿，再使点劲儿！坏了，坏了！使劲儿！夫人，使劲儿！王后这般羞辱我，我还有何颜面在宫中活下去啊？大王要是不替我做主，那我只好死了。宫中的日子就是这个样子，有人一手遮天，有人就不得不忍气吞声。除了以死相拼，否则就要永远受人欺负。记得先王后还在的时候，有一次唐夫人做错了事情，先王后当着众人面责罚了她。她大约是因为面子过不去，就投环上吊了。结果被她的侍女撞上，救了她的性命。为这事，大王还训斥了先王后。从此以后，这宫里就没人再敢招惹唐夫人了，怕她再死一回。是啊，那次唐夫人运气真好。什么运气好啊？我猜她其实只是做个样子。她大约是预先让她的侍女候在门外，当她踢翻胡床，侍女冲了进来，别人也只能赞她好运了。臣妾参见大王。大王，樊少时就要生产了。怎么样了？樊少时滚下台阶，受到惊吓，身子也受了挫伤。这生产恐怕要费些周折，医女正在里面施救，请大王放心。愣着干嘛？还不快去！是。再使点劲啊！夫人，再使点劲儿！使劲儿！赶紧拿水，拿水来！坚持住啊，夫人！夫人，使劲儿啊！恭喜大王，贺喜大王！樊少时生了一位公子。樊少时怎么样？樊少时失血过多，身体虚弱。李密，臣在。寡人将樊少时交给你，务必要让他康复。是。臣妾恭喜大王，又得了一位公子。大王救命！大王救命！又出什么事了？国美人被王后施以掌刑，不堪受辱，投环自尽了。大王，你是后宫之主，看看你做的好事。大王，这不干臣妾的事啊！寡人明明听邢夫人说，国美人跟芈月口诀几句，你却大发雷霆，让国美人掌嘴，吓得那胆小的樊少时滚下台阶。你呀，太
是我。大王，大王，大王！哎，王后，姐姐，姐姐，王后，太医，姐姐，太医，姐姐怎么了？太医，你赶快向大王禀报吧，王后有喜了。有喜了，姐姐。郭美人死了，让永相令好好的把她发送出去。老奴明白。他这个人心浮气躁，但又最贪恋奢华，怎么会甘心自杀呢？母亲，给寡人好好查查。是。眼下后宫总是出事，寡人正想，是不是该把这后宫重新交回给魏夫人主持？依老奴看，禀报大王，太医说王后有喜了。啊！恭喜大王，贺喜大王！马上告诉太医院，派2个最好的太医照料王后。是。这回好了，寡人要有嫡子了。大王，您刚才说主持后宫之人，若此时变动，恐怕对王后安胎不利。算了，以后再说吧。希望寡人没有看错人。